所以，既若听我这话来行的，要批评知识的人，去伊的厝伫石盘顶，雨落大水到，风吹冲着迄间厝也无倒，因为地基伫石盘顶。既若听我这话无行的，要批评戆人，去伊的厝伫山顶，雨落大水到，风吹冲着迄间厝就倒。个伊的倒是上重。讲道，请陈牧师讲道。题目是两种选择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是主耶稣伫主祷文了后延伸出来的一寡教导。这个教导有的是关系信仰上的教导，有的是关系伫生活顶面，咱安怎面对家己、面对甲人的关系的教导。咱对这个经文拢真熟。亲像讲，若有人拍你、扇你正边的喙体，倒边的也挖互伊。无得为着家己自责财宝伫地里，有虫甲兽拍歹，也有贼挖空偷摕的所在。你怎样看见兄弟目睭内的草仔油，也无想你目睭内的婴仔茶。这个经文一个就对咱的喙来讲出来，但是咱是安怎看待这个经文？其实圣经根本毋是要互咱用来简化，来当做一寡格言，也是当做一寡金句来背那尔。咱若做袂到，咱嘛毋免找一寡理由讲，哎呀，这无可能有人做会到啦。哎呀，当时耶稣是迄当时的人讲话，毋是对我即个21世纪的人伫遐讲话。咱毋免找这理由来合理化家己做袂到的安尼行为。因为圣经毋是一个道德的标准，毋是讲咱遵守所有的律法规定了后，上帝就会祝福咱。因为咱知，咱毋是靠行为来得到上帝的呵乐，咱是因为白白恩典。什么叫做白白恩典？就是上帝来到这个世间，死伫十字架顶，耶稣用伊的牺牲，互上帝公义甲疼取得一个平衡。所以，咱就毋免阁因为咱家己的罪来得到永远的刑罚。毋过，咱嘛要用一个恭敬、敬虔的态度来看待圣经，因为圣经是上帝对咱基督徒的讲话。上帝毋望咱会当活出一个无共款的生活，就是符合上帝价值观的一个生活。虽然这个价值观有可能会甲世界，也是大部分的人产生冲突。但是，咱就是要勇敢来做出选择。所以，伫即章的内面，咱看见耶稣用灯台顶、灯台下面，就做毋通就做，倒面、正面、内衫、外衫，互人看见的施舍，暗中的施舍，徛伫人面前大声祈祷，进入房间的祈祷，财宝自积伫天里，也是藏伫地面，互虫来夹。服侍上帝，服侍马门，马门就是钱财。耶稣用这对比的教导来做一个教导，这带互军队伊的人真大的挑战。但是当时第1世纪的基督徒，因虽然生活伫这个犹太人甲罗马人的迫害下面，毋过因就是选择过一种无共款、真特别、阁互人钦佩的生活。因将家己有诶物件摕出来，甲无诶人分享。因照顾孤儿寡妇，因伫传染病真流行诶时，留落来照顾破病诶人，甚至包括外邦人，因嘛照顾。但是虽然因做这好事，并无保证因性命安全，因为因可能染病来死，因可能互罗马人来没收因诶财产。互罗马政府来判刑，等23天。但是咱看见教会无因为安尼就放弃，反倒因会选择，因选择过无共款的这顺道者，因所流的血，成做教会经济。教会是蓬勃发展。所以到底因是安怎咧选择？是甚物款的困难，互因会当伫迄种较紧张的时刻，会当做出这个选择？这诚做咱现代基督徒真好的提醒甲勉励，因为做时，咱有真侪空间会当做选择。
但是咱的选择敢符合上帝的心意？上帝是安怎咧看待咱的选择？但是你看这经文的大心，咱先来做一个简单的选择题。伫即间大学的迄个课程内面，有一天，即个教授行入来，即个教室，甲伊的学生讲：我受一间的机构来委托，要来做一个问卷调查，请大家来斗相共。问卷调查当然比上课较趣味，所以所有的学生拢非常有兴趣。但是即个问卷一本落去，大家有一点仔硬气，因为即个问卷敢若有2个题目。第一题是讲伊真爱伊，即个第2个伊是一个查某的伊，伊生了真水。但是有一天，伊不幸拄着车祸，等伊车祸了后，伫个面流落规真大个安尼的伤痕。你感觉伊会亲像以前遐尔啊疼伊吗？A 是伊一定会 ，B 是伊一定袂 ，C 有可能会。第2个题目是伊真爱伊，第1个伊是查某的伊，第2个伊是查甫的伊。伊是商业界的精英，温文儒雅，但是有一天伊破产啊！你感觉伊会亲像以前遐尔啊爱伊吗？同款3个选择，伊一定会。伊一定袂，伊可能会。哇！这个同学真紧就完成啊！所以问卷一收转来，教授一统计发现，第一题有10%的人选 A，10%的人选 B，80%的人选 C。第2个题目有30%的人选 A，30%的人选 B，40%的人选 C。所以查某较痴情嘛所以较侪人认为讲，即个查某会亲像以前遐尔啊爱伊安尼。所以看到这个统计，即个教授就问这个学生讲：，伫恁的想法内面，恁是毋是将这2个人当作是情人呐？即个学生讲对啊，是啊。但是我的题目并无讲这2个人是情人啊，毋是恋人啊。教授继续讲，如果咱改变咱的立场，第一题的即个查甫的伊是即个查某的伊的老爸咧；第2题即个查某的伊是即个查甫的伊的老母咧。即摆现在佫请恁重新来做一届的选择，你敢佫会坚持原来的选择？所以即个问卷佫一届分落去，互这个学生教室变到非常的安静。几分钟了后，教授将这问卷收转来，佫一届统计，伫即个题目，所有的同学拢选 A。互咱佫来做另外一个较困难、较复杂的选择。有一群小朋友伫2条铁路边仔伫遐佚佗，其中一条铁路要伫使用，但是另外一条已经停止使用。但是只有一个囡仔伫即个停止使用的铁路边仔耍，其他的囡仔拢伫迄个有火车要伫行的铁路边伫遐佚佗。就伫这囡仔耍甲毋知影人的时，火车来啊！只是你拄啊好徛伫即个铁路的切换器的边仔，要互火车停落来已经是无可能。但是你若将即个切换器切落去，互火车行往停止使用的铁路，安尼你就会当拯救大部分囡仔的性命。但是，这就是讲，单独伫迄条已经停止使用的铁路顶面耍的迄个囡仔，就会互牺牲。你会安怎选择？这是一个一目念就过的选择。所以，大部分的人，因的选择是转换即个火车的铁路，就是牺牲迄个单独伫停止使用的铁路顶面佚佗的囡仔。因为大多数的人认为，虽然真残忍，但是用一个囡仔的性命来挽救大多数囡仔的性命，这是较明智的选择。但是，你敢有想过，迄个伫停止使用的铁路顶面耍的囡仔，伊是一个做出正确选择的人，因为伊无亲像其他无知的这囡仔，
伊是选择伫一个较安全的所在伫遐佚佗，但是咱较想因为遐无知的囡仔的选择，来牺牲即个囡仔的性命。所以咱若想要知影搁较好的做，迄个答案是啥物？等我讲倒煞，我甲来揭晓。用这两个题目，互咱试做选择，就是要互咱知影，咱的生活内面处处充满选择，有诶甚至是非常困难的选择。但是，你做选择的时，你做决定的时，咱拢是倚靠咱家己的经验、知识，还是别人的意见来做选择。咱认为安尼算上好，但是结局敢是好诶？咱做的决定无一定是正确，甚至互咱非常的后悔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耶稣伫这段经文提出两种选择，就是要打破咱过去的习惯、经验，也是咱的认知。亲像耶稣伊有讲，亲像咱拢想讲，咱家己才是正确的，所以咱会不断去批评别人。但是耶稣安怎讲？耶稣讲：你怎样看见兄弟目睭内的草仔油，较无想你目睭内的婴仔茶？耶稣安怎讲？耶稣讲：你应该爱先反省家己啊！亲像咱拢爱经简单的路行，但是耶稣讲的路，毋是咱真正逐工在行的路。耶稣的路是生命的道路。生命的道路毋是靠咱三不五时参加灵修会、报道会来加强咱的灵命就好，因为灵性的养成无撇步。当咱真扎实困读圣经、做礼拜、祈祷、参加小组、参加团体，才有可能会当养成是一个健康基督徒的生命。但是，当咱做出另外一种选择，因为咱认为这个代志无重要。咱无想要来做礼拜，咱无想要祈祷，咱无想要参加团契也是小组，甚至咱认为只要我洗礼，我就会当得到这个永远的号召。但是另外一种人呢？另外一种人嘛有可能亲像法利赛人，拼命做好所有信仰的要求，愿望讲有一天我会当快速通关进入天国。但是这两种态度拢毋是好的选择，因为上帝看的是咱的内心。所以接续落来，耶稣用两段经文，就是两种果树、两种起厝的地基。耶稣会用树头，耶稣会用地基，这两种人看袂到待伫土骹内面的物件来形容。外表好看，甲咱会当维持一段时间。但是你的内在若无健康，伫上帝面前完全无法度安康。所以耶稣爱咱做出选择，因为既若称呼主啊主啊，无一进入天国。耶稣讲即句话是伫讲末日的时发生的代志。当末日，咱徛伫主耶稣的面前，无人会当允从咱内心的想法，也是咱过去做的一切代志。伫过去有可能你无尊主做大，但是到迄日临到的时，你想讲我恭敬顺服徛伫主的面前，讲主啊主啊，我就会当得救。也是一寡真贤传福音，会晓讲方言，真会晓学识，甚至会当赶鬼行神迹的人。表面看起来敢若是上帝罗卜，人嘛看伊非常敬虔，但是实际上伊毋是安尼。但是伫遮讲，遮拢闪袂过上帝的目睭，也避袂过上帝的审判。所以耶稣伫遮澄清一个观念：上帝国毋是靠咱，毋是看咱行偌济善业，做偌济好事。上帝伫看咱是敢有遵行伊上帝的旨意，所以耶稣讲：独独行我伫天里的爸的旨意的，才会当入去上帝国。所以伫遮有一个真重要的点，就是既然咱爱遵行上帝旨意，才会当入去。
安尼咱就爱一定要知影讲，什么是上帝旨意。因为当咱要遵守，咱就爱知影是什么，咱才会当去实行嘛。所以大心上帝旨意是上帝最中心，毋是咱的标准最中心。但是有一个困难就是，除非上帝甲咱讲话，除非上帝互咱预望来启示咱，若无咱真学得明白上帝旨意。所以真侪时，咱就转去习惯用咱的方法、过去的想法、经验来做选择。但是耶稣直接互咱一个方法，就是认捌。认捌是讲双方会当互通，会当彼此了解心意。亲像耶稣伫约翰福音第10章讲：“我是好的牧者，我捌迄个属我的。”属我的也捌我，亲像爸捌我，我捌爸一样，佮我为着羊放杀性命。而且耶稣讲，伊捌所有属伊的，就是咱，并且伊的认捌是有动作的，是有付出的，是有行动的，就是安怎？伊为着伊捌的人来放杀性命。所以当咱讲咱认捌上帝，咱嘛袂当空喙保之。亲像约翰一书第2章第40有讲，人若讲我捌伊，也无守伊的命令，是白贼的人，真理也无点伫伊。咱嘛爱亲像耶稣所讲的认捌同款，耶稣捌咱，伊为咱死伫十字架顶，为咱放杀性命。咱捌伊，咱嘛爱有行动来证明咱真正是捌伊。但是这个认捌，毋是讲我知影圣经所写的耶稣是甚物就够了，因为无信的人嘛知影圣经，嘛读圣经。咱的信仰应该是爱确实去理解上帝的话是甚物，然后去行出来。亲像雅各书这段有提醒讲，恁着做行道理的，毋是干那听的来家己骗，因为听道理若无行的。譬如，亲像人伫镜内详细看伊本人的面，看过去就做伊去，连边袂记得伊生做甚物款。若是人自信伫迄个焦长的律法，就是互人自由的，也长长点伫迄个，毋是听了袂记得的，是实在伫用功的，即互人伫伊的所做要有福气。而且甲咱提醒，咱爱行出上帝的话，若无咱袂记得。咱佫转去咱家己过去的迄个行为的款式。毋过兄弟姊妹，我相信咱拢知，这个代志咱拢知。毋过伫面对甲家己利益有冲突的时，咱非常容易将上帝旨意放伫另外一边。咱嘛是掠家己的心意来做上帝的旨意来去行。当然，上帝互咱有自由意志。互咱会当去做选择，但是咱若无遵行伊的旨意，咱若凭家己的心意来做决定，有可能咱就会互上帝管教，会互上帝修正。因为上帝疼咱，伊盼望咱会当活出伊对咱迄个人生上大的计划。但是修正的过程是痛苦的，所以咱嘛会当做出另外一种选择。就是放落家己的骄傲，选择主的旨意来行，互上帝来开阔咱的人生。最近我有看一本册，叫做《出生之毒》，这是一个美国的查某囡仔丽兹·博哈拿。伊伫伊求学的阶段，伊开始想讲，我要关心伫乌干达的遮个需要帮助的人。但是伊一开始，伊根本就毋知影要安怎做，伊嘛无任何时尚的经验，伊的凊彩拢真凊彩。毋过伊就是凭上帝予伊的勇气，伊踏出第一步。伊去到乌干达，伊无钱，就摕着背起伊的背包去到乌干达，一对无开始，但是竟然就安尼，上帝予伊创设一个时尚的社会企业。伊就开始找这乌干达，这真聪明，想要读册但是无钱读册的查某囡仔，
训练因做即个真 fashion 的夹脚拖鞋，然后卖互美国的女性。透过安尼一个模式，或者查某囡仔会当完成学业。但是伊有讲一开始，伊所想的、伊所计划完全毋是安尼，所以上帝完全来拍破伊一开始的计划。当然，伊一开始会感觉足挫折的，但是伊谦卑听候上帝带领，一步一步，上帝就互伊拿来拿清楚，看见伊爱做的代志，伊会当做的代志，所以伊的热情就互上帝来点导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尊叹、听叹、遵行，毋是讲咱喙讲我有、我做、我有做就好啊。咱认捌上帝，咱知影伊的旨意，然后咱爱实际去行出来。但是我相信，无论上帝旨意有偌好，有当时啊，应该是讲大多数的事，咱的自由意志嘛是带咱去选择迄个较宽的门、较好行的路来行。咱会当选择做一张真外表看起来真水的树仔，但是敢会结果子咧？以后才来拍算吧。咱嘛会选择为着紧将厝起好势，莫挖地基啊啦，起伫沙土顶面较紧，凊彩就好。你会当选择，但是当你选啊，你嘛爱承受即个后果。所以圣经甲咱讲，快的门通往死亡，无法度结果子的树会互农夫来插落来。起伫沙土顶面的厝，大水一来，规间厝互冲走。同款，当咱选择的后果一到，有可能咱嘛无法度记载会了。我想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咱真好的提醒。咱看见伫创世纪内面，当上帝看地面所创造伊所创造的一切犯罪极大，上帝定义要毁灭一切。但是伊看到地面有一个人叫做拿阿，是一个义人。拿阿伫伊的时代，伊选择无甲其他的人同款过犯罪的生活，所以上帝呼召拿阿去做一只大船，要救伊甲伊的全家，并且为着世界所有的动物留种。但是兄弟姊妹，这个代志真奇怪，看起来好势好势的天气，哪有可能会落大水做水灾咧？迄若是咱一定会怀疑，并且甲上帝问较详细，讲我安怎做，我要做甚物。但是伫圣经有讲，当上帝吩咐伊了后，拿阿就安尼行，照上帝拢总所命令的去行。所以拿阿伊选择，毋是看伊目睭所看的，伊选择去听上帝的吩咐。咱看见伊的结局是啥？上帝救伊甲伊的全家。但是咱来看另外一种选择，伫约书亚要死之前，伊搁一届互以色列人选择的机会。约书亚甲因讲：若是恁掠服侍上主做毋好，当今仔日恁就经恁所要服侍的，看恁咧做伫大河边所服侍遐个神，也是恁所徛去踮地的阿摩利人遐个神啊。论到我甲我的家，我决断要服侍上主。约书亚互遮以色列人选，恁会当选啊？恁要服侍啥？恁要服侍即个遮的神明，也是恁要服侍上帝。但是我无甲恁，恁无论安怎选，阮就是要选择要服侍上帝。但是咱看迄当时百姓安怎信誓旦旦，因讲了非常水气。阮决断无意思要弃杀上主去服侍别个神，因为上帝，阮的上帝捌带阮甲阮的列祖对埃及最罗在的地出来。哇！因伫遐信誓旦旦，讲我绝对袂选其他的神。但是咱看了后咧，因定居伫迦南地无偌久。就缀其他的民族伫遐拜神明、行邪术，做上帝无欢喜的代志。因违背因甲上帝的律约，因违背因的选择。无论上帝安怎找先知来提醒因，因拢无要反悔。所以最后因的后果是啥？因爱承受的，
就是亡国，就是世界漂流。兄弟姊妹，毋管圣经的故事，也是咱个人的经验，咱拢知。咱会因为咱的选择来得到无共款的效果。当然，你会当讲无要紧，我选的，我勇敢，我家己去担。但是今仔日，咱既然对圣经内面知影，倒一条路是上正确的，为什么咱反转搁去选迄条无正确的道路呢？最后来揭晓头拄仔迄两群囡仔伫铁路边算较正确的做法是啥物？就是咱毋通去切迄个铁路的迄个切换器来改换火车的路线，因为伫铁路顶面佚佗迄群囡仔，因当然知影迄条铁路要得使用，所以当因听到火车的声音，自然会走开。但是当你切换铁路，切换互迄个火车驶去迄个已经废掉的铁路，迄个乖的囡仔伊一定惨死。因为伊从来毋捌想过会有火车会驶到迄条已经无得使用的铁路。另外，迄条铁路会荒废掉，有可能伊已经歹呀，无安全啊。但是当你将即个铁路切过去，飞车的旅客嘛有可能会拄着性命的威胁。兄弟姊妹，做选择真无简单。但是耶稣甲咱指明一个较容易的方法，就是认捌、遵行伊的话。这毋茫讲，咱会当用搁较侪时间来看圣经，来接受造就。咱绝对袂当真做是一个真糊涂的基督徒，因为主要搁来啊，并且咱看这个局势，日子哪来哪近啊？所以咱的确爱保持敬请，期盼主的临到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有你属灵的智慧，互阮会当认捌你、遵行你的话，来做阮生活中间逐样的选择。主，阮知，阮靠阮家己意爱的，阮靠阮过去的经验所选择的，有可能好，但是也有可能这好是对阮的灵魂是无好的。主，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当对你遮来领受真正的智慧，帮助阮会当倚靠你。主，因为阮相信，阮所做的选择，拢会决定阮的未来。总是主，阮也恳求你怜悯阮，将阮放伫你的手心的中间。因为阮知影，阮真软弱，阮定定知总是阮做袂到。主，恳求你就扶持阮，帮助阮。互阮会当常常伫你圣神的保护下面，阮做的决定，拢会当合你的旨意甲欢喜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